请收看阿母的艰苦人生。うかける白ぞたのみなる浮かべるその白日のもとの幾人の四方守くべし鋼のその船火のもとに刀す国を攻めよかし守るも攻めるも黒金の浮かべる白ぞたのみなる浮かべるその白日のもとの幾人の四方守くべし鋼のその船火のもとに刀す国をせめよかし。泡婆哦，八个呀喽！日本の軍艦は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魂を太陽する姿勢で、そこな歌なんだ。お前たちのこれ組むために歌じゃない。なんだ？好心することはふざけるな。バカ野郎！大人在讲啊，恁这拢未见未晓啊！今仔日是咧检查着咧大饼扫啊！恁吼无一个有入格，大家搁怎啊咧拍骹唱啊？恁吼安未见未晓，巴开咯！哦，透露，国人です。どうぞ。大人啊，拢做清气的啦，拢做清气。对啦，大人啊，阮若做啊这几工活，拢拿来做来摒扫，连田草嘛无去扫，阮会足听话吼。啊，相边，那边，透露，走走。啊，大人啊，大人啊，强查者，但我拖嗦阮拢无啦，做清气，做清气。一束安尼啦，一束安尼啦，大人。一束安尼啦，大人。これはなんだ？阮阿公上有分的啦。バカ野郎！阮阿公上有分的啦。大人，你要找啥？我阿爸阿母拢无伫厝的呢。今仔日是大饼扫检查日子，恁阿爸阿母敢拢唔知？因无伫厝伫等哦。阮厝的吼，大家拢嘛足清气的，唔免大饼扫啦。清气？柴气啦，稻草啦，安尼乌白蛋啦，安尼有做清气？乱来！我咧因吵因啦，等我若做好吼，我就会变清气啊啦。この子は何と言ってるんだ？そうか。台所はどこだ？あちらです。どうぞ。秀兰啊，日本话你听有，还佫会晓讲哦。阮阿姊捌甲我教过几句啊日本话，走卡台可可咯，我拄好听有。よし、いいぞ。合格だ。はい。君、このレンガはどうするんだ？我听无。哦，
大人讲你庄啊囥伫遐是要创啥货？哦，因为吼我无够烦，所以爱用砖仔加较，才有法度炒菜煮饭。爱去灶头的内底鱼，嘛才饲会着。哦，啊，秋兰啊，你使用真头哦，遮细汉就会晓炒菜煮饭啊。对啊，因为我从细汉还无甲来听阿爸阿母吼去乡里走做代志，所以我就做厝内的工课啊。哦，なるほど。父さん母さんは厳しいだろ哦，大人在讲啊，讲恁阿爸阿母啊，一定家己甲恁骂，管你真严，唔则你工课做遮好。这毋是诶，工课吼本来就是要家己做好，互爸妈遮紧做诶人，是爱足见效诶。哦，これこそが大日本帝国国民の精神だ。怠け者たち、どう出発するか見ていろよ。哎，去啊，去啊，去啊！迄是本人带一个人来咱遮咧拍卡村，等咱树兰啊，唔知会去互拍着无？この怠け者たちが7歳の女の子の足元にも及ばないじゃないか。パクられた奴ら台所行って掃除の仕方見てこい。次から掃除でもらうからな。大人在讲啊，恁遮呀，拢真笨蛋的人，卡输一个7岁查囡仔，拄则互拍卡床的，即马拢入去灶下看卖啊咧，看内底将你遮清气，恁哦，实在是真无路用，入去。行入去。哎呀啦，你看咧，迄阵人拢交去咱灶骹入去，唔知要创啥个啦。哎，灶骹哪有啥物人好看的啊？我要来知。哎，阿姊啊，帮忙！我到我卖了是了，哪个在那走？子墨奴给，叫你头撑起来。好啦好啦，我停啦我停啦。这包米啊，是要送予这回摒扫第一名的。这回摒扫第一名就是阿坤啊，因祖囝秋兰。来，大家拍一个扑啊，热热一个。哎，你看，迄日本警察哦，收一包白米互咱树兰安尼。你看。来喽！哎，大人在讲啊，讲恁遮拢真笨蛋，发卡一点这句。伫日本时代，台湾人看到日本警察，就敢若亲像鸟鼠看到猫仔共款，拢惊啊屁屁喘。也毋过，我知影有两个台湾人，日本人颠倒惊伊，一个真有名，叫做廖添丁；另外一个较无人知，伊就是住伫树兰迄个番仔寮庄外的小目啊。千里路，万里。天下的母亲白一个。我哋，我哋。
是毋是日本警察保护小巴问恁啊？囡仔也毋通讲迄种不输贵的话啊！你甲我拍，我就要甲阿母讲。小巴的物件放去，叫一人头地去啊！毋则看到人就甲人抄身躯，这毋是像你讲的吼，黑白摸。啊，小巴会放去啥？我嘛毋知呢。咱赶紧走，等小巴有翻头，咱就惨啊呢。阿姊，我脚酸啦，你讲爱。你遮大汉叫我甲你爱。阿姊，你若要讲爱吼，我就要伫遐等小巴。行。哎呀，较紧的啦！用走的，用走的啦！啊，我甲你讲啦，卡厝拍一个听咧就过啊啦。啊，昨仔来是逼啊，亲戚是要创啊，对不对？若要了遐戆工哦，我来铲的，乌两篮番薯转来食毋较好。啊，讲遐的拢掉手第一名，小米好食。唔当的，早迄包白米有啥食咧几顿？若要食白米饭，我暗时来铲的，头烤过水啊都有啊，你咧？哎呦，我提针甲你的喙天天起来啦！啊，那讲就讲，哪要紧啊，对不对？你像暗时啊无去铲的，头挂条啊，恁甲我讲。甲这有啥物天理？甲以前的条啊，一来就袂用去食。要食白米，就可以甲日本人买，放到要臭不起的旧米。日本人有够英毅的啦，互日本人管啦，做二等国民啦，实在有够衰的啦，恁当讲无影的哦。我你讲，我你讲，好啦，莫讲了，莫讲了，恁这人有够惊死的，咱。我拄则伫遐吼，看小巴伫迄边，你爱较注意咧哦。哦，小巴，哦，跟来走，免惊啦，免惊啦，喂，他拄仔才去互日本警察拍卡耍尔，即摆过会去拄着小的，我都唔相信我会遐衰。哦，安尼啦，你今日是16、17，哦，要真大人款哦，好家翁啊啦，今日阿水即嘛甲你做亲情。哦，我真水咧。阿本仔甲伊某吼实在有够奇怪呢。等下你若着大人大种啊，好家翁啊，唔该留喺厝内斗做事，啊，搁会去读册哦。才互树人啊一手的囡仔做规厝内的工课，吼，我实在想袂晓哦。伊人仔某头壳来是要想啥呢？啊，迄人的代志，插插遐多是要创啥？敢不是抱起来抱，奶奶也辛苦的啦。免惊，免惊，免惊。救人哦！救人啦！救人哦！这白米饭真香吼。好食。啊，你是搁咧洗太啥货啦？你来我食啦。恁两个食无？姊，阿母，我要去买电话。食乖食乖。秋兰，请问你食？阿母，我食无饱啦。食无饱，煞不要食番薯签嘛？你是咧讲啥呢？秋兰，你仔饭，互你奶遐食好无？阿母，你哪会安尼啦？这米是日本警察要小秋兰的，上无你嘛会食开喙啊？阿姊，我不爱食白米饭啊。是无影，人秋兰都甲你讲伊不爱食的。阿母，你真正大细心呢！你敢知影遐小丁尔？秋兰遐尔细汉，逐工做遐尔济代志，你煞当作无看到？你咧讲啥？查囝又毋是假的，查查某查遐多。我你这咧讲啥？是多你来做啥？唔只走起来，你嘴唔嘴？我今日我讲起来，做较白咧，死讲来，我唔相信是的，远走！你快走！我唔相信我怕你袂走！你要走我啦！你敢爱伊嘴唔嘴？我今日不敢出来了，你死讲的！你想走？我跟你讲，你们走对，我看你走对。
几个？对啦，这个教死啊！你这做老母的吼，也较差不多咧。为着几个啊白米尔，啊甲囡仔咧轻阮啊安尼，甲两个母仔囝总是到外口伫咧车拼，唔惊笑破人的嘴哦。恁啊，你也较差不多咧哈。几个？几个？伫你的心目中，小华才是你的囝。根本唔捌将阮两个查某囝当作是你亲生。哇！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我也无当作你亲生，我哪会去读册啊？伫咱这个庄仔内，受几个查某囡仔会当去读册，你嘛是其中的一个。你搁讲安尼？你的目的唔是要我读册，你只是惊小华囡仔会去互欺负，才叫我倒去照顾你。我较济话，佮带伊去读册，以后我叫人笑你知影。明仔载开始，我要留伫厝做工课，叫小华家己去啦。厝内面的工课，唔免你来做啦。你要读册，唔读册，唔是由你来决定啦，是由我决定的啦。查某囡仔用做爱较认份的，唔通是要背受天的，愈看愈凄惨啦。你来看我凊彩，规气甲我隔个厝里，才袂互你看到我惨目。惨目！你这个好蛋，你这什么话？我惨目，我讲到你袂意，惨目，我惨目。好来啊！我好来啊！你做囡仔人，做咩事？做咩假啊？你若好做啊，头人听着，你我袂继续，你敢知？好啦，你若要假用的啦，你先带媳妇来去读册3年啦，等下毕业再搁讲啦。啊，若无好，你要假的代志免享受啦。阿敏啊，你是要走对啦？倒来啦！别再叫啦，有钱你莫走转来啦。你叫人做啥？你要带去啊？